这个顶一波的方面是为全台湾的水库来注入到水量1597万吨。这个中部地区的水库累积的雨量更加是达到平均30毫米。也过进前，经济部长王美花捌讲过，讲若要正式来解除限水，这个水库累积的雨量必须达到300毫米，也就是讲爱阁落9场的大雨，这个限水的措施才会当来解除。水利署嘛讲，虽然讲顶一波的方面有互水库来入水，但是也是无够。即摆就爱看这个黄山雨季带来的雨量，而且嘛爱看这个黄山雨是毋是有落入的水库的集水区。所以现阶段大家也是爱较欠爱用水咧。台中限水3、5停2，网络顶有人抛文，因兜无停水，欠水想要洗身躯的人，洗一摆50块，提供洗身躯的用品和吹风机。唔过家己早面筋，强调是想要帮助欠水洗身躯的人。觉得价格比较高。觉得价格比较高。这样很奇怪，也不太可能吧？女生会害怕。对啊，不太安全。我会付50块，对方是男性的话，我会找我的朋友或者家人是男性的，集结人更多一点去。甲疫情做好千份人洗身躯，或者叫讲只介绍，佮有提供的服务，双方讲好，嘛拢同意，就无违法。即便是公寓大厦，因为他自己使用他自己个人家中的水，原则上因为他也有付费，所以这个部分他就等于住户自己多用了一些水，但是还是没有违法的问题。台中限水要限到当时才会结束，民众拢真关心。尤其顶一波方面通过，中部地区水库的累积雨量平均有30毫米。经济部长王美花捌讲，解除限水条件要累积300毫米。以顶一摆的累积雨量来讲，阁要落9场雨。不过水利署讲，当初评估的状况，即马阁要继续检讨。在前3天的这个降雨，继中部地区带来了接近300万吨的水量，2座主要水库对水情略有注意，但是这抗旱的一个解除还有一段距离。水利署讲，台中开始3、5停2了，已经做到升水的目标。虽然梅雨季要到啊，不过要解除限水，要是来看中央气象局估计的梅雨季雨量，搁有雨敢有落伫水库的集水区。即马大家要是来较欠咧用水，愈少土地就会使愈早渡过限水期。